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今日讲水破落地歹收回，这个意思是讲代志若已经发生，就无法度改变或者是弥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破破瓦破第四条。破意思就是讲出力，甲水放出去到外口，咱讲破水。卖当讲是雨水为外口喷入来到内底，咱讲是破雨。另外较特别，大家较能听到，就是这个破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算落雨落几解。像讲一破雨，就是落一阵雨。这个文音读做破，同款是第四条。这个破到活动活骨的意思，咱讲活破。另外古早嘛有一个大家较能听的代语词叫做湿破，意思是讲一个人真晒太，结果真大地，真臭样，真臭屁。咱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破雨，意思是形容雨水为外口破入来到厝内。第二个词读做活泼，就是讲一个人的个性真活跳，袂讲安尼查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阿明的个性真活泼，真好斗阵，和朋友烧酒去露营，拄着落大雨，破雨入去到布棚忝到内底，伊嘛算甲真欢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破，这是鼻音；另外一个文音读做破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